各位朋友大家好嚇。又係我老陳。今日就星期六啦。26年嘅1月18號。今晚呢就推薦兩場賽事俾大家嘅。賽前聯賽呢已經過半㗎啦。比較冷門啲嘅，唔知大家點樣睇啦？一隊呢就葡超嘅基維新迪對住國民隊，係今晚深夜嘅。基維新迪呢就主場對住國民隊。基維新迪呢就近輪嘅表現呢就比較差啲嘅。有6場都未贏過波㗎啦。而家主場對住國民隊，雖然國民隊比較弱少少嚇，能唔能夠贏得到2球呢？我就唔睇好嘅。我反觀睇好國民隊客場能夠守得住基維新迪呢隊波嘅。另一場呢就係法甲啦。法甲呢就昂熱對住馬賽，又係今晚深夜嘅。昂熱呢就主場受讓-1嘅，即係正一啦。昂熱近幾場呢就個表現都係可以嘅，都唔會輸過2球俾對手嘅。反觀馬賽呢，下週呢就要對住歐冠嘅利物浦，會唔會保留實力呢？客場-1，我就唔係幾睇好馬賽能夠淨勝2球嘅。我反觀就睇好昂熱今晚能夠守得住。波衫呢，有興趣嘅朋友呢，就留言俾我，有精選嘅波衫賽事，留言俾我索取。大家幫手點讚，分享下，關注一下，轉發出去俾啲朋友。今晚就祝大家好運，聽晚再見，好，拜拜。